小范大人，你在哪儿啊？眼看都到京都了，你再不回来我兜不住了。看见了吗？此人每天都在对着范闲的骨灰说话，虽然听不清楚说的什么，但这份忠诚，倒确实让人佩服。你在哪儿啊？到底啊？急死我了！好了，眼看就要到京都了，这范闲之死，看来确实没什么意外。走，回京禀告殿下。这。几天都没出门了？是，饭都送到屋里了。是不是生病了？能吃得很，我们还给他准备了好喝的酸酪，还加了水果，瞧着不像生病啊。屋里还有其他人？没有啊。说不准，孩子这岁数，做出什么都有可能。给我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娘，要不您进来？哎，送了。床底下您也翻翻啊。那还一柜子。没人吧？那你为什么天天屋里躲着？平时没这样啊。他不让我出去。谁呀？没事，我自己不想出去。为什么？闯祸了？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我不能出去就完了。不是惹上姑娘家了吧？什么姑娘家？哪有姑娘家呀？没有，你别瞎猜。那你要在屋里待多久？其实也不知道，估计再等一阵就能出去了吧。等人？没有，你别问了您，哎呦，没完了您。姑娘家？哎呀，她要是姑娘就好了，男的。嗯。娘，我这几天没出门，爹有没有问过我呀？问你干嘛？我这么多天没给他请安，他不生气？没有啊。你不在他跟前晃悠，他心情好了许多。我一猜就是，爹从来都没有瞧得上过我。你这孩子，娘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没事儿，您不用慌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从小到大，干什么爹都不高兴，干得多好他都觉得我没用。娘，您说，我这一辈子要是都做不出一件让爹骄傲的事儿，是不是活着也挺没什么意思的？思哲，
他是你爹，不是真觉得你没用，他只想让你更好。嗯。现在可以说，那个男的是。哎呀，大人，高兴了吗？本来也没多大事儿，怎么没多大事儿啊？自从秦后萧安大战之后啊，您这身体内的霸道真气就总不听使唤，就亏我弄了这辆马车了，还能让您好好的休息休息，要不然又该出血了。这次范闲之死，我殿下的亲手大事。回京之后，我给你们请功。哈哈哈。哎，别可惜，人给烧了，不然让殿下亲眼看看范闲的尸体，他会更安心。行了行了，还多久回去啊？天黑之前吧，应该能赶上使团了。我得出去透口气。哎，您再忍忍吧。范闲，这么巧啊？那是真巧。谢必安，我都死这么多天了，你还跟着使团给我守头气呢？杀了他，让他再死一次！我冲！生死在天。大人，咱赌赢了。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回吧。哎，回去告诉李承泽，在京都等着我。大人，不追了吗？已经离京都不远，无法再冲杀使团。这儿，他就算真的活不过来。大人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我也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真是不容易呀，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哎，那小袁公子说你活不过来了，他跟那瞎说什么呢？我先把这灰给你砸了。后边那车队谁的？
哎呦，北齐大公主。北齐大公主啊，哪儿来的？啊，一路这不就跟着使团吗？你们刚走不久就跟上来了。北齐小皇帝新下的旨意，要跟咱庆国联姻，这一路上跟着使团，天天催路程。多亏小严公子据理力争，这才每天走得慢点儿。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跟谁联姻？咱庆国大皇子啊。大皇子，大皇子不是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吗？怎么成亲呢？老大要回京了，边军换了统领，大殿下只带了贴身护卫回京。这么多年，怎么忽然把他给调回来了？听说要成亲，北齐大公主要和大殿下联姻。就这么把一辈子给定了。毕竟是个公主嘛。老大什么时候到京都？就这2天了，已经在城外准备迎接了。接就接吧，还是要跟范闲撞上。怎么说？我算了一下时间，范闲的使团跟大殿下回京应该是同一天。这么巧？按理说应该走2个城门回京，但如果从一个门，您说谁让谁啊？吩咐下去。巧合也好，修路也罢，总是让这2队啊走同一个城门。范闲，你俩处得不错。什么叫处得不错？你没看着铁链绑着呢吗？看见了，说明什么？他不是庆国人，怎能不防？那你杀了他不就完了？还天天守着？杀了他，对我并没好处，也没坏处，自欺欺人。你回使团做什么？这话问的，我假死结束了，该活过来了。你活不过来了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老王在呢，拿着，这干什么？拿着。有事儿求我呀？哎，自家兄弟啊，以后用不着啊。这是北齐的银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味儿不一样啊。哎，老高，给我这银子
干什么用的？赔你的。赔什么？你小子把我什么东西弄坏了？没弄坏，有衣服钱。你当时不是走得急，有几件衣服留在使团了吗？你给丢了？不是丢了，那几件衣服也不值这么多银子呀。丢什么丢啊？在我手底下还能丢衣服？好，不是那没丢，你赔我什么呀？让人买走的。买走了？不就那几件破衣服，他能卖这么多银子？你是不知道，使团这一路每过城镇都是人潮蜂拥。拥什么拥？是收旧衣服啊？咱能把这收衣服的事情先忘了吗？人家都是来祭奠小范大人的。都说使团是小范大人最后一站，一个个往马车上扑着喊着说要收藏小范大人的遗物来寄托哀思。这死讯都传这么广了，我以为啊，只在京都里边瞎传呢。何止京都？你的死讯，庆国皆知，不合理，当然不合理。监察院做的宣发。什么是宣发啊？幕后推手传播消息。要做到这种程度，光是监察院还不够，得是陛下的意思。可是陛下明明知道我还活着，为什么要传播我的死讯呢？陛下目光自在天下，所以传播我的死讯是为了庆国。一切都是为了庆国。既然我死了，对庆国更好，不如你借势来个假死变真死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得活着回京都。李承泽的事儿，我要查到底。不是我不让你活，是你没法活。我明白。除非我的假死合情合理，忍辱负重，才不算欺君。最好顺便把这个文坛传承的事情也做实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北齐大公主是不是也在使团？你要做什么？看人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个公主嘛。都已入夜，小妍公主有何？范闲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公主见过我？偷偷见过。我比你还意外呢。什么叫偷偷见过呀？母后寿宴，在后殿，我亲眼瞧见你和我朝圣女朵朵姑娘于众目睽睽之下脉脉含情。没有，绝没有脉脉含情。至于吗？捡起来。范使臣，你这是没死透。不是真死啊，不是真死。没事了，散了吧。初闻范使臣噩耗，颇觉震惊。现如今见到范使臣安然无恙，本宫也颇觉欣慰，总算没有天妒英才。公主很少出门吧？身为公主，
怎能擅出宫门？明白了，所以有些紧张。大齐皇室，无论在何处，都得荣辱不惊，怎会紧张？行，明白了。公主殿下，咱们聊点正事儿。啊？你来之前，你家小皇帝和太后跟你交代什么了？都下去吧。母后与陛下都与我说过，范使臣与大齐暗中走私盈利往来。他日范使臣若是有讯息，可告知我，我便可把讯息传给大齐。所以咱们也算是自己人。算吧。所以我不能死啊！这不是没死吗？可以活不成了。我要是活不成，咱们之间这买卖还怎么做？啊？那范使臣要怎么活啊？公主会说谎吗？大齐皇室最为忠心，怎能伪言瞒昧？那公主要是不说谎的话，您家母后和陛下跟你交代的事情就做不成了。那我也不会啊。公主放心，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恭喜诸位，终于逃出生死之危。使团离开大齐，进入庆国境内，就有人追踪而来，暗中窥视。公主危言耸听了，使团进入庆国，自有军方护卫，谁敢动手啊？这世上总有千军万马也挡不住的人。哦，难道是大宗师？没错，大宗师没事。大宗师之威胜过铁骑如林。大宗师为何要针对使团啊？庄墨涵先生临终之际，将一生藏书赠予范闲范大人，这代表什么？这当然是代表文坛传承啊！没错，文坛盛世总在两国之间，其他人心中怎么想？是境外蛮族，是杜一城。公主怎会知道大宗师会出现呢？我本人亲眼所见，贵方使团中有人以一己之身直面大宗师，他以自身性命保住了文坛传承之路，保住了诸位的性命。这是谁呀？不知道，绝对是个高人。是啊，竟敢直面大宗师，有魄力。哎，你干钱呀？不许靠近，不许靠近！范大人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小范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我们大家讲讲啊！讲讲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也罢。大人他这是不贪功啊！可是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启年，大人，诸位，在这个大宗师面前呐，大人只有假死这一条路。只有小范大人他死了，那所谓的文运才能无人继承，那位大宗师也就不用杀入使团，才确保了大家的安全呐。原来小范大人假死是为了救我们，为了庆国呀，不值一提。公主啊！凑巧此事被公主撞见了，多谢公主为范某隐瞒。文运乃国运，大齐南庆，分而享之。
岂容他人染指？是，公主请坐。给公主喝水。敢问小范大人，对手是哪位大宗师啊？未曾交手。这大宗师若是真出了手，我怕是已经死了。只不过远远瞧见那人用剑。哎呦，你就白问，大宗师就4个，除了北齐大靖，还有谁呀4支箭呢？我没看清楚，可不能乱说冤枉好人呐。没看清楚的事儿不能乱讲，万一人为这事儿杀过来怎么办呢？对，多亏了小范大人呐！一切为了秦国。秦国！大家安静，给大家半个时辰的时间，整装拔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准时出发。小范大人安然无恙，是庆国的幸事，速将此消息传回京都。是啊，小范大人天下倾国之福啊！终于活过来了。是啊。小范大人，你不怕那四股剑亲自赶来？他要是为了这点事儿就能赶来，那他早就赶来了。啊！多谢公主配合。范大人，有件事不知能不能问上几句？你问呗。贵国与我大齐联姻，那位大皇子是怎样的人啊？大皇子常年领兵在外，我跟他没见过。哦。哎。你见过大皇子吗？没有。您慢点。小莲公子，多谢啊。通过我的手，你死了；通过我的嘴，你又活了。范闲，没下次了。国王啊，咱们来人啊，是来接使团的吧？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？这人看着眼熟啊！啊！哎！小范大人，哎呀，你可回来辛大人，要不车上歇会儿？哎，辛大人，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坐下。
多谢。范大人，此行真是大展国威啊！如今回京，必平步青云，可喜可贺呀！那这么说起来，陛下没怪罪我欺君之罪？啊，陛下没说，就让我等迎接使团归京啊。辛大人辛苦，那咱们现在进城。那个，使团一行万众瞩目，这个礼部早准备下一应礼仪，只不过什么？你说呀？只不过巧了，大皇子自军中归京，也是今儿到。那是真巧。本来能避开，无奈前日涨水，把东边的官道给冲垮了。大皇子又临时改变了行程，这不就都怼在北门撞上了吗？那这伙人呢？不远，离此不足3里。所以呢？大皇子的骑兵亲卫，待会儿就到。所以到时候2队人马挤在城外，不太好看。正是。礼部专门让你过来，劝我让个路。人家毕竟是皇子。范大人劳苦功高啊！大人，您待会儿就在路边上，您稍微歇一会儿，等殿下一过，礼部红入寺各位主官必亲自出城迎接使团进城。这点小事随便找个办事的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怎么辛大人自己跑一趟？无妨，我对范大人也是日思夜想啊！您看，兴奋的我昨天晚上都一宿没睡觉。您看我现在见您多激动啊，激动的我眼泪都……辛大人收。辛大人晚些再哭。行，我待会儿再哭。那您这让路的事儿呢？这事儿简单呀。是，我做不了主啊。北齐大公主也在车队里，知道吧？那是知道。将来2国联姻，这位就是大皇子妃，也知道吧？知道。那让路的事儿，咱是不是得跟人请示一下？我看这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你想瞒着？瞒着好。好，都听见了。听见了。欺瞒皇子妃这事儿那是辛大人主张的。别呀！那还是请示一下吧。行啊，都听辛大人的。别都听我的呀！别！辛大人，我做不了主啊！怎么会这么巧？说是换了行程，换了行程，就碰上我这边啊。虽说这公主车驾，便代表着大国威仪，但是外臣觉着吧，反正将来都是一家人，这种事情不必在乎。我身为大齐皇室，所言所行都代表大齐颜面。我可以委屈自己，但不能辱没大齐国威。不让。我也是尽力了。那大殿下怎么办呢？那不成，让他等等呗。不，那可是皇子。那可是皇子妃。辛大人，要不然让礼部先准备着。出发。行。
陈范闲见过大殿下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臣惶恐。敢与皇子抢答，胆量不小，却未免愚蠢了些。殿下，我也不想啊，这都是不得已。怎么个不得已？本宫身体柔弱，一路南下，有些水土不服。大殿下这样，是想让本宫等在城外，不许入城吗？回殿下，这就叫不得已。哎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殿下的家事儿，陈皇上吗？如果我非要让你让路，那臣就只有一死，给殿下赔罪。是本宫想早日进城，与范大人无关。
打扰你，不许。范闲，你是觉得我不敢杀你是吗？殿下有什么不敢？神手，殿下客气了，马惊了，咱们这边帮着管管，应该的。马死了，马死了！快！这，老高，你这不至于吧？我没出刀。那这马的怎么死了？战马冲锋，不使点劲怎么拦啊？出征归来斩我战马。范大人果然厉害，本王领军在外征战多年，没想到朝廷是这样接我们回家的。这是个意外。看在你是婉儿未来的夫婿，我不深求。把这人给我，陪马便是。哎，老高，范闲，你想清楚了。大人不知道。闭嘴！他的事儿我担着。是本宫发的话，不必为难范大人。太子殿下到！陈范闲参见太子殿下。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大哥，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是我大哥，怎么能你拜我呢？常年在外征战，都瘦了。瘦不要紧，在外奔走，心情愉悦。要不是圣旨，我还不想回来呢。你得回来啊！日到做地里的多想你嘛。哥，抱抱。都到家门口了，为何不进去？不是我不想进去，实在是被人拦着了。啊？谁敢拦你啊？又是你啊！
拦我大哥是重罪，你知道吗？臣哪有那么大胆子呀？这不是北齐大公主殿下也在撤退，说着一路远行，水土不服，想早点进城休息，是吧，公主？确实是本宫的意思。公主稍安勿躁啊，车内安坐即可。战死军马，本宫陪付就是。可不便宜啊！我身为大齐皇室，这份担当总该有。那你比我有钱，我是赔不起。我也是母后给的。多少银两，告知我便是。好，回头我单独找你。大哥，公主是你未来的王妃，我未来的嫂嫂。可是人家范闲夹在中间，确实有点难办。当然啊，如果你想出这口气的话，做弟弟的一定好好教训他。殿下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计较什么呢？对呀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大哥多年未回，应该是第一次见吧？我呢，正式给大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大庆国的青年才俊范闲。臣参见大殿下。我知道他，婉儿的夫婿嘛。哎，对，现在还在给院长帮忙。监察院提司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大哥，那婉儿不就宛如咱俩的亲妹妹吗？那看在婉儿的份上，咱们放你未来的妹夫一马。殿下真的以为我是为了拦路生气吗？那大哥是为何呀？成婚可是大事，可如今呢？父皇说，只要娶了婉儿，就能够接手内库的财权，然后他就出现了。他要娶的到底是婉儿本人，还是那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？自然是为了人，谁都会这么说。陛下开的口，非要搭上内库，我倒是不想要，总不能抗旨啊。父皇这旨意，确实糊涂了些。二位虽然未曾谋面，但是以我对二位脾气秉性的了解啊，二位啊一定可以成为挚友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这二哥和三弟还在里头候着大哥呢。依我看，要不咱们里边说？那敢问殿下，这进城怎么分先后啊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那可不是吗？还是太子做主吧。二哥，大哥不是要和使团起冲突吗？咱不去劝劝？咱们是来接人的，不是来劝架的。那太子殿下怎么过去了？太子跟我们不一样。那太子会帮谁啊？他呀，谁都帮，又谁都不帮。那太子可太不容易了。活着都不容易。来了。怎么同时进城？获得一手好戏。
高了。将来跟大哥一番岗，也领兵打仗去。有这心就行。久未谋面，你瘦了。我刚才看见他，也是这么说的。让大哥好好看看。结实了很多啊。早知道你跟大哥一起回来，我应该给你准备些礼物。殿下客气，您在路上准备的厚礼，我已经收下了。真的？我都忘了。笑笑笑！不过你放心，还有更好的礼物等着你。那就期待。哎，要说还是咱二哥面面俱到。太子殿下功高盖世，力挽狂澜。二哥取消我，这不夸你了吗？过奖了，二哥。是你。这位就是三殿下。不是做梦，他是真的。躲什么呀？他们打晕了我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我还以为是做梦呢，原来是真的。你对皇子出手？请问殿下，我在哪儿把你打晕的？就在报什么？您接着说，这儿没人能拦得住您。放心说，大哥在。抱歉啊，我记错了。记错了？啊，确实是有噩梦。那这么说，咱们没见过？没有，头一回见，吓臣一跳。真记错？真的，我常年在宫墙之内，哪有机会见范大人？你们俩，我多问一句，不是说了，梦里见的。行，那臣就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久未谋面，不再多聊聊。归心似箭呐，出门这么久，确实想家想老了。倒是难为你了。陛下口谕，宣范闲同诸皇子入宫觐见。这么着急见你？可能是因为刚起了军吧。大哥慢慢习惯，这就是我们的小范大人。大哥，太子殿下，殿下，都说了，自家人不必多礼。二哥好啊！刚才那个叫什么范闲，不是跟殿下在一起的吗？陛下召见，马上要开宴了，父皇单独见他，怕是要重罚。为什么？范闲出使归来，中途假死，闹出这么大事端，总要有个结果。听说是四顾见危险，无奈装死。遇险是遇险，欺君是欺君，两码事。二哥这话严重了，毕竟对方是大宗师，情有可原。哦，
太子的意思是，只要情有可原，人人皆可欺君。我可没这意思啊。随口说说，别害怕。不要私下擅论朝政。陛下到。参见父皇。陛下。啊，都坐吧。李成儒，你精神头挺好啊。多年未见，父皇身体可好？死不了。坐。好。谢陛下恩赐廷杖。坐下吧。臣范闲，谢陛下赐座。妈呀！今天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顺便听听范闲的北齐之行有什么奇闻异事。范闲，回陛下，北齐一行顺利把严冰云接回京都。北齐那边呢？沈仲死于上山虎枪下，政局有些动荡。朕只关心神庙的情况。萧恩临死前透露，神庙真实存在，就在极北之地雪原之中。真的有神庙吗？萧恩说有。是否真的存在？要看见了才能知道。极北之地，终究隔着北齐，不太方便。世上没了北齐，不就方便了？陛下胸怀乾坤，北齐指日可待。范闲，还有什么呀？回陛下，还真有。说。沈仲临死前向臣交代，北齐锦衣卫常年与我庆国有走私往来，而我方行此事者就是长公主与二皇子。陛下御书房内，家宴已然开席了。范闲没走，回皇后，范大人留下了。火折子灭了，请皇后受罪。外臣如昔，我这个皇后倒没资格。假意。都聊什么了？回皇后，范闲参二殿下和长公主，罪名是与北齐走私。当众说的？是，几位殿下都在。陛下如何回复？陛下息怒啊！以儿臣对二哥的了解，他不可能行此等事啊！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吧？陛下，臣领罪。臣与姑姑从没做过愧对庆国的事情，可小范大人如此人物，若没实证，怎会妄言？臣或许是做错了什么事，让小范大人有了误会。小范大人，范闲，你公然举证长公主和二皇子，可有人证物证？沈仲就是人证。人证呢？
人虽然死了，但做过的事儿总能查得出来。人死了，没有任何凭证，你敢指责二皇子？你是什么人？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哼！再说一遍。臣是监察院提司，有执法仗剑、扫除奸佞之责。父皇，这范闲确实可气，在城门外还拦了我的马，原来见了你也是一样。看来他天生就这脾气。您息怒啊！是啊，陛下，您息怒啊！陛下息怒啊！父皇息怒。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？陛下，儿臣今日其实有件喜事，想请陛下斟酌。喜事是什么喜事？范闲虽有错漏，但毕竟出使北齐有功，加上才华经世，由此可见，范府门风博学渊渊，范府之女范若若，才女之名闻名京都，贤淑雅静，实属难得。晋王世子李弘成为人温厚，尚未婚配，加之对范府之女又倾慕已久，儿臣以为范闲与婉儿已有婚约，不如喜上加喜，牵上加牵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段姻缘。说是婚事，并不着急。你倒是很会出奇兵啊！这门婚事朕准了。陛下。另外，范闲出使北齐有功，加封1等男爵。你这么喜欢喜庆，那么朕赐你一桩婚事。叶仲的女儿叶灵儿，与你非常般配，朕把她赐给你。我与叶灵儿也并不熟悉。好了，你们接着吃吧。臣遵旨，遵旨。臣恳请陛下，为了天下万民，庆国律法，严查长公主李云瑞、二皇子李承泽。你查无实证，一片虚言，不查哪有实证？真是大清人！此案冤魂无数，罪无可恕，